祖藍啊，其實咧要強健心臟咧，除咗均衡飲食之外咧，適當嘅運動都好緊要嘅喎。專家就話咧，每個禮拜做3次啦，每次半小時嘅帶氧運動咧，就有助增強呢個心肺功能㗎噃。嗱，遊戲玩法咧就好簡單嘅，咁我哋先嚟咧就係第一位隊員咧就會跳繩啦，第二位隊員咧就會玩 sit up。咁呢兩位隊員咧佢哋咧做到嘅下數咧就稱為咧累積基本下數。咁去到第三位隊員咧佢玩呼啦圈嘅時候咧，我哋咧就係會佢跌一下咧就扣你5下。咁到最後咧，睇下邊一隊嘅下數最多咧，我哋就會有300分；第二隊咧就200分，第三隊咧就100分。而每一個運動咧，我預備咗20秒時間俾大家嘅。跳繩啦噃，準備開始。邊做多啲咧？嗱，3種運動咧，洪卓立對於跳繩咧就係最有信心嘅，因為見到佢哋都跳得好快。佢自由開頭 kick 咗一 kick 之後，一路都。而家就跳繩啦，4、3、2、1，停！但係sit up咧都要擺明拼喎，知唔知啊？努力喎，大家。嚟啦！哇，估唔到女仔做 sit up 都頗快喎。好啦，究竟後勁凌唔凌厲咧？紅組暫時可以做得幾快？3、2、1，停！好，成績咧都係差不多，而家就睇睇大家嘅呼啦圈喎。記住啦，你跌下落地下咧，我哋就扣你5下嘅累積分數啦。預備啦噃，準備好啦，1、2、3。係，最緊要唔好跌。係。嗰下已經跌咗㗎啦。哇！喂，攞手接一下就當跌咗㗎啦。係啦，你唔好以為唔跌落地就係噃。其實你係咪識玩呼啦圈㗎？6組啊！4、3、2、1。經過咁激烈嘅戰鬥之後咧，不如睇下呢個分數啦。剛才咧紅組本來有58下，佢呼啦圈裏邊係跌咗0下，所以繼續係58啦。黃組咧本來有59下嘅，不過呼啦圈跌咗呢個5下咧，所以就減咗25下，即係得翻34下。好冇士氣啊！即刻。好啦，跟住咧綠組咧就由52下咧跌0下，所以都係有52下噶噃。咁白組咧本來就有61下嘅，但係跌咗2下，所以減10下，等於51下。都好好啊！最後藍組咧本來有60下，但係佢跌咗6下，所以扣30下，即係得翻30下。都唔錯，都唔錯。咁好啦，不如睇睇咧，即係2個回合咧，大家嘅總積分係幾多啦？紅組1300分，黃組1100分，綠組1200分，白組1300分，藍組1200分。換言之，暫時領先呢就係白組同埋紅組啦。運動係可以使到身體健康，同埋預防心血管病嘅。我哋希望每一個人咧，每一個星期咧都可以有3至4次嘅超過30分鐘嘅運動，最好係一啲帶氧嘅運動，例如跑步啦、游水啦、行路啦、跳繩啦都得。如果係長者嘅話咧，可以做一啲適合佢體能嘅運動，好似係跳舞啊、耍太極啊，或者行山都可以嘅。我哋希望咧，每人咧都要日日做運動。冇錯啦，咁跟住落嚟呢一個問答嘅環節咧，就希望考下各位嘅隊員對於心臟健康嘅知識有幾多啦噃。係啦，咁我呢個就搶答題嚟嘅，咁一陣間就要問你哋題目啦。咁啊，最快嗰組我要講咗撳燈，跟住咧你講埋你嘅組名咧，你先至可以答條題目嘅。答啱咗就100分啦，答錯咧就會扣100分。咁今次咧我哋就有補答嘅。咁馬上開始咯噃，不如睇一睇第一條嘅題目先啦。好，嗱，第一條咧就係實物題嚟，咁大家咧就可以近距離咧見一見咧，就係我哋而家預備咗啦 A、B、C、D 4碗食物喺度。咁而家佢咧就繞場一周。嗱，衛生署咧就提議健康飲食咧就係2+3，即係建議每日進食2份水果、3份蔬菜。咁喺大家面前咧就有4份生果㗎，就 A、B、C、D。咁邊碗係屬於1份呢？撳燈。黃組，俾你哋搶答一下。點啊？E B 啊 ？B 係錯嘅，好答。紅組 A， 講一次。C ，D 啊 ，C 係錯㗎。
聽住正確嘅答案啦喎，一份咧即係100克啦，4安士啦，又或者係3兩，所以 A 嗰個份量就係啱㗎啦。好啦，而家嘅時間咧，大家一齊睇睇熒光幕先啦。熒光幕咧顯示嘅心臟血管造影 X 光片，顯示病人曾經做過咩手術咧？撳燈。藍組通波仔。呢一個手術咧，其實都可以叫做通波仔嘅。究竟咧，3位醫生覺得佢答呢個俗稱正唔正確咧？冇錯。佢哋答俗稱都可以。正確嘅學名咧就係心血管球囊擴張手術，亦即係通波仔啦。哦，咁即係藍組咧有100分啦。答俗稱亦都可以嘅。好啦，而家到第3條題目啦，聽清楚啦。年齡40歲至到70歲人士，如果血壓嘅上壓每升20 mm， 因中風而引致嘅死亡率會多幾多倍咧？撳燈。紅組撳咗先，答唔到幾多倍就扣分㗎啦噃。9倍啊！9倍。係9倍。你咁肯定係9倍？係扣你100分先啦。好答。係幾多倍啊綠組2倍。2倍，真係2倍，係2倍啊！嗱，為咗令到大家咧對於護理心臟呢個信息咧更加深刻，咁我哋專程咧訪問咗幾位藝人同事，睇下佢哋咧對於護理心臟有啲咩睇法。我哋呢個時間一齊睇睇片。Hello， 我哋係 Leo， 一睇我知道對運動同埋健康係專家啦，我哋冇錯啦，缺乏運動咧就會好容易引致呢個心血管病㗎。所以我哋一得閒就要做下運動，例如係游水、打籃球、跳舞同埋跑步㗎。長期覺得自己有壓力，令到心跳加速，呢個原因就最容易引起心血管病㗎。放鬆啲啦，朋友。高膽固醇咧最容易引致心血管病嘅，所以咧我一直好小心飲食，冇益啊同埋高膽固醇嘅嘢咧就唔使預我啦。條問題就係究竟缺乏運動、壓力大同埋高膽固醇3樣嘢，邊樣會對心臟健康造成最大嘅威脅咧？撳燈。藍組。高膽固醇，我哋不如睇睇正確嘅答案，去下片。正確嘅答案就係司徒瑞琪嘅高膽固醇啦，啱咗。有最後一條問題啦，咁麻煩大家咧，亦都係要睇睇熒光幕。熒光幕顯示咧就係一個心臟模型嘅近鏡，鏡頭顯示嘅係心臟邊部分呢？撳燈，依然係你喎，藍組。贏定輸呢一題啦！我哋成隊嘅答案都係左心室。咁你哋成隊都係話左心室啊嘛？不如睇睇片睇下係咪左心室。其實呢個就係左心室啦，因為左心室你要將血液咧泵到喺身體唔同嘅部分咧，所以佢嘅心室肌肉咧你望到係比較厚㗎。好啦，嗱，所有問題咧已經問晒啦，呢個時間咧，不如我哋睇一次咧大家嘅總積分，好冇？紅組1100分，黃組1000分，綠組1300分，白組1300分，藍組係1500分。哇！今日最高分就係藍組啦，唔該晒高醫生。跟住落嚟咧，到咗好開心嘅頒獎時間啦！我哋有幾個大獎要頒嘅噃。首先咧就係心思細密大獎，白組。大王話得最開心㗎啦，就係心花怒放大獎，黃組。心有靈犀大獎，紅組。綠組雄心萬丈大獎。得到強心有力大獎嘅就係呼之欲出啦！藍組三花高蓋底。跳又跳得，答又答得，真係抵佢攞啦！家家強心，活力社